又到咗一年歲晚 ，TVB 呢座香港電視界嘅巨擘，即將迎嚟一年一度備受矚目嘅萬千星輝頒獎典禮。呢個頒獎典禮喺 TVB 年度活動入面佔住極為重要嘅地位。佢唔單止係對 TVB 旗下藝人一年嚟辛苦付出嘅肯定同嘉獎，更加係廣大觀眾熱切關注、津津樂道嘅娛樂盛事。每一屆嘅頒獎典禮都好似一場星光熠熠嘅盛大派對，聚集咗好多 TVB 嘅黨工藝人、資深前輩以及幕後工作人員，大家齊齊嚟到一堂，共同見證嗰啲閃耀時刻嘅誕生。早前 TVB 就已經揭曉咗2025年度各個獎項嘅入圍名單，大家紛紛估計自己心目中理想嘅人選，喺各大社交平台上面展開咗激烈嘅交流同爭論，一時之間，關於入圍名單嘅話題熱度居高不下。唔知各位觀眾朋友喺呢份名單入面可有自己心水嘅人選呢？係演技精湛嘅老夫骨，定係初露鋒芒嘅新晉藝人？又或者係憑某部熱門劇集而人氣急升嘅黨工明星？日前 TVB 正式公布咗10強入選名單。今年視帝視後嘅戰況真係相當激烈，每一位入圍嘅藝人都實力非凡，佢哋喺一年嘅演藝生涯入面都有着出色嘅表現，為觀眾帶嚟咗一部又一部精彩絕倫嘅劇集。以下就等我哋先睹為快，睇下視帝視後10強候選名單排名不分先後。最佳男主角嘅10強候選名單入面有周家樂，呢位年輕有為嘅小生，近年嚟喺 TVB 嘅發展真係順風順水。佢憑住陽光率氣嘅外形同自然流暢嘅演技，迅速喺觀眾心入面佔咗一席之地。松最初喺一啲劇集入面擔任配角，到後嚟逐漸挑起大梁，出演男主角。佢嘅成長同進步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喺好多部劇集入面，佢都能夠將角色詮釋得生動鮮活，俾觀眾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鄭山聰都係一位實力唔容小覷嘅藝人，佢喺演藝圈摸爬滾打好多年，積累咗豐富嘅表演經驗。唔管係古裝劇定係現代劇，佢都能夠輕鬆駕馭各種唔同類型嘅角色。佢嘅演技細膩入微，能夠精準把握角色嘅情感變化，將角色嘅內心世界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喺以往嘅劇集入面，佢塑造咗好多經典嘅角色，深受觀眾嘅喜愛。張振朗同樣係一位備受關注嘅男藝人，佢有着俊朗嘅外表同唔俗嘅演技，喺 TVB 嘅劇集入面頻頻亮相。佢善於挑戰各種有挑戰性嘅角色，通過不斷嘗試同突破，逐漸提升自己嘅演技水平。喺一啲動作戲入面，佢身手矯健，動作流暢，展現出咗紮實嘅功底。而喺一啲情感俘入面，佢又能夠深情演繹，俾觀眾感同身受。林保怡呢位資深演員喺 TVB 嘅地位舉足輕重。佢2004年就曾憑《金枝玉葉》奪得視帝，嗰部劇真係可以算係 TVB 嘅經典之作。佢喺劇入面嘅精彩表現，至今仍然俾觀眾津津樂道。隔咗好多年，佢難得回巢 TVB 拍劇，呢次憑《刑偵12》入圍最佳男主角10強。佢有着深厚嘅表演功底同獨特嘅個人魅力。論資歷，佢喺演藝圈摸爬滾打好多年，經驗豐富。論觀眾嘅歡呼聲，佢一直以嚟都擁有住好多忠實嘅粉絲。大家都對佢呢次能否再次奪獎充滿咗期待。馬國明都係 TVB 嘅常青樹之一，佢憑住憨厚老實嘅形象同紮實嘅演技，贏得咗廣大觀眾嘅喜愛。佢多年嚟喺 TVB 出演咗好多劇集，塑造咗好多深入人心嘅角色。呢次佢憑另一部劇《執法者們》順利入圍最佳男主角10強。喺劇入面，佢將角色嘅正義感同責任感詮釋得十分到位，俾觀眾睇到咗佢演技嘅多樣性同可塑性。陳展鵬同樣係一位實力派演員，佢喺演藝道路上不斷追求卓越，通過一部又一部優秀嘅作品證明咗自己嘅實力。佢嘅演技風格多變，能夠根據唔同嘅角色需求調整自己嘅表演方式。喺一啲懸疑劇入面，佢能夠營造出緊張刺激嘅氛圍，俾觀眾沉浸其中；而在一啲溫馨嘅家庭劇入面，
佢又能夠展現出溫暖親切嘅一面，俾觀眾感受到濃濃嘅家庭氛圍。振豪都係 TVB 嘅資深藝人，佢嘅演技備受認可。佢有着獨特嘅氣質同表演風格，能夠喺好多演員入面脫穎而出。佢喺劇入面嘅表演自然真實，唔做作，能夠將角色嘅情感同性格特點完美融合埋一齊。唔管係喜劇角色定係悲劇角色，佢都能夠演繹得十分精彩，俾觀眾帶嚟唔一樣嘅視覺體驗。郭晉安呢位演技精湛嘅老夫骨，喺 TVB 嘅演藝生涯入面留下咗好多經典嘅作品。佢擅長塑造各種複雜嘅角色，能夠將角色嘅內心世界刻畫得入木三分。佢嘅表演富有層次感，能夠俾觀眾喺睇劇集嘅過程入面，隨住角色嘅情感變化而產生共鳴。呢次入圍最佳男主角10強，都係對佢演技嘅又一次肯定。羅子溢近年嚟喺 TVB 嘅發展都十分亮眼，佢憑住自己嘅努力同才華，逐漸喺演藝圈站穩腳跟。佢有着陽光率氣嘅形象同不斷進步嘅演技，喺一啲青春偶像劇入面，佢能夠展現出青春活力同浪漫情懷，吸引咗好多年輕觀眾嘅關注。黃宗澤都係大家十分熟悉嘅藝人，佢有着帥氣嘅外表同迷人嘅魅力，喺演藝圈擁有住超高嘅人氣。佢呢次憑新聞女王2大反派角色再度入圍角逐視帝大獎。佢一向被外界稱為 TVB 最有義氣嘅親生仔，雖然已經離巢好多年，但只要娘家有求，佢幾乎每年都會捱義氣回巢拍劇撐場。佢喺新聞女王2入面飾演嘅大反派角色，將角色嘅陰險狡詐、心狠手辣演繹得淋漓盡致，俾觀眾對佢又愛又恨。呢次入圍，大家都十分期待佢能否憑呢個角色實現新突破，喺視帝嘅爭奪入面脫穎而出。最佳女主角嘅10強候選名單同樣星光熠熠。吳若希呢位多才多藝嘅藝人，唔單止喺歌唱領域有着出色嘅表現，喺演藝方面都逐漸嶄露頭角。佢有着甜美嘅外表同清新嘅氣質，喺劇集入面能夠將角色嘅純真同善良演繹得十分到位。劉佩玥都係一位備受關注嘅女藝人，佢有着高挑嘅身材同出眾嘅外貌，喺 TVB 嘅劇集入面經常擔任重要角色。佢嘅演技自然流暢，能夠將角色嘅情感變化細膩地展現出嚟，俾觀眾感受到角色嘅喜怒哀樂。傅嘉莉喺演藝道路上不斷努力拼搏，通過一部部作品提升自己嘅知名度。佢有着獨特嘅魅力同表演風格，能夠喺劇入面展現出自己嘅個性特點。喺一啲時尚題材嘅劇集入面，佢能夠將角色嘅時尚感同自信展現得淋漓盡致。蔡潔都係一位實力唔俗嘅女演員，佢有着精緻嘅五官同優雅嘅氣質，喺劇入面嘅表演十分投入。佢善於把握角色嘅情感脈絡，能夠將角色嘅內心世界通過細膩嘅表演呈現俾觀眾。張曦雯近年嚟喺 TVB 嘅發展勢頭迅猛，佢有着高挑嘅身材同迷人嘅笑容，喺劇集入面經常飾演一啲獨立自信嘅現代女性角色。佢嘅演技自然真實，能夠將角色嘅堅強同柔情完美融合埋一齊，深受觀眾喜愛。孫軒呢位 TVB 嘅資深花旦，一直以嚟都備受觀眾喜愛。佢有着豐富嘅表演經驗同獨特嘅個人魅力，喺演藝圈擁有住好多粉絲。佢嘅演技精湛，能夠駕馭各種唔同類型嘅角色。唔管係古裝劇入面嘅大家閨秀，定係現代劇入面嘅職場精英，佢都能夠演繹得十分精彩。陳偉都係一位實力派女演員，佢喺演藝道路上經歷咗好多磨練，逐漸形成咗自己獨特嘅表演風格。佢嘅演技大氣磅礴，能夠將角色嘅氣勢同情感展現得十分到位。鄭曉花作為新晉小花，近年嚟喺 TVB 嘅發展備受矚目。佢有着甜美嘅外表同青春活力嘅氣質，喺劇集入面能夠展現出年輕一代嘅朝氣同熱情。佢嘅演技雖然仲有待提高，但佢努力認真嘅態度得到咗觀眾嘅認可。佘詩曼呢位 TVB 嘅當家花旦，
呢次憑啱播完嘅大熱劇集《新聞女王》而主角身份上榜。佢2023年已經憑《新聞女王》橫掃多項大獎，成為三料視后，喺演藝界取得咗極高嘅成就。然而，今年佢嘅歡呼聲依然高企，網民追完《新聞女王2》之後，繼續力撐 Man 姐蟬聯寶座。喺《新聞女王2》入面，佢將角色嘅專業、果斷同智慧展現得十分出色，俾觀眾再次睇到咗佢精湛嘅演技。李施嬅都係一位演技出眾嘅女演員，佢有着優雅嘅氣質同細膩嘅表演風格，喺劇集入面能夠將角色嘅情感變化演繹得十分細膩。佢喺好多部劇集入面都有着精彩嘅表現，深受觀眾喜愛。唔出所料，啱播完嘅大熱劇集《新聞女王2》主角佘詩曼、黃宗澤均有份上榜，呢都係情理之中，畢竟佢哋喺劇入面嘅精彩表現有目共睹。而馬國明就憑另一部劇《執法者們》順利入圍，呢都證明咗佢喺唔同類型劇集入面都能夠有出色嘅發揮。雖然佘詩曼2023年已經憑《新聞女王》取得咗輝煌嘅成就，但今年佢依然面臨住激烈嘅競爭。不過，憑住佢喺《新聞女王2》入面嘅出色表現以及超高嘅人氣，佢依然係視后寶座嘅有力競爭者。而黃宗澤呢次憑大反派角色入圍，對佢嚟講既係一個挑戰，都係一個機遇。佢能否打破以往嘅形象，憑呢個角色獲得觀眾嘅認可同評委嘅青睞，實現視帝夢想，等我哋拭目以待。憑刑偵12入圍嘅林保怡，隔咗好多年難得回巢，佢嘅回歸令好多觀眾感到十分驚喜。佢2004年憑金枝玉葉奪得視帝，喺演藝界樹立咗良好嘅口碑。論資歷，佢喺演藝圈摸爬滾打好多年，經驗豐富。論觀眾嘅歡呼聲，佢一直以嚟都擁有住好多忠實嘅粉絲，唔少人都睇好佢有機會再次奪獎。佢嘅回歸都為今年嘅視帝爭奪增添咗好多懸念。資深演員同新晉小生花旦齊齊角逐大獎，呢種新老交替、共同競爭嘅局面，俾人睇得好興奮。每一屆嘅頒獎典禮都係一次傳承同創新嘅碰撞。資深演員地用佢哋豐富嘅經驗同精湛嘅演技，為年輕一代樹立咗榜樣。而新晉藝人哋就用佢哋嘅青春活力同創新精神，為 TVB 注入咗新嘅活力。不過，有一位離巢實力花旦兼視后被踢出局，無緣入圍10強。但網民對呢個都表示意料之中，佢就係李佳芯。李佳芯於2013年加入 TVB 開始拍劇，初入 TVB 嘅佢就好似一顆冉冉升起嘅新星，憑住自己嘅努力同才華，逐漸獲得咗觀眾嘅認可。後嚟佢獲捧成為一線當家花旦，喺好多劇集入面擔任女主角，佢嘅演技都喺不斷磨練入面日益成熟。2018年佢憑劇集 BB 嚟咗以大熱姿態贏得視后，呢係佢演藝生涯入面嘅一個重要里程碑，都證明咗佢喺演藝界嘅實力同地位。然而2024年底佢正式約滿 TVB 離巢，成立個人工作室，開始自己接洽工作。呢標誌住佢演藝生涯嘅一個新轉折點，佢將面臨更多嘅挑戰同機遇。佢喺 TVB 嘅告別作《麻雀樂園》於今年播出，雖然觀眾嘅反應一般，但在 TVB 之前公布嘅提名入面，佢仍然憑該劇有份入圍提名視后。不過喺10強名單入面已經徹底消失。呢其中嘅原因可能有好多，一方面今年競爭激烈，好多優秀嘅女藝人入圍，使得競爭更加白熱化。另一方面，佢喺麻雀樂園入面嘅表現可能冇達到評委同觀眾嘅預期。但唔管點樣，佢喺 TVB 嘅演藝生涯入面留下咗好多精彩嘅作品同美好嘅回憶。大獎最後花落誰家？呢成為咗廣大觀眾同粉絲哋最為關注嘅問題。2026年1月4號晚上，記得留意收睇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，等我哋共同見證嗰啲閃耀時刻嘅誕生，一齊為自己中意嘅藝人加油打氣，共同期待呢場星光熠熠嘅盛典帶嚟更多嘅驚喜同感動。